请点是指杯前倒鞠躬，坤倒鞠躬，请坐下。谢谢各位点位师、各位助理、各位领导、各位团队人才大家晚安。非常的欢喜吼，今仔日呢，大家当坐在遮，会使讲吼，拢是咱上天的慈悲做事的丰足。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迄个大德、老先人的提拔，咱过去的二手大律先呢，苦心的栽培，尤其是咱迄个修真人呢，护法呢，这个机会啦吼。这个半点钟的机会，所以讲护法呢，才有这个机会甲咱诸位呢，再度呢，一只互相来结缘。因为呢，这部大学呢，这部经典非常的殊胜。什么叫做大学？大学若过去若讲大学食大人去学呀，讲做大人去学的。咱囡仔人就袂使学的。毋过咱如先祖吼，这看毋是安尼啦，咱如先祖讲吼，大学正小人之所学啦，就是小人在学的，毋是迄个君主甲小人迄个小人哦。小人市民呀，小人就是咱的百姓咱这百姓市民呀，就是咱大家在学的，因为这是要呢学大，因为大学就是学上大人之学、圣人之学，毋是大学才有咧读。正经讲，那这大人咧读的吼，伊是读迄文字这知识，其实要学上大人之学，真正有得到这个太殊胜，因为要学上圣人之学呢，你若无求得到，有人时啊咧讲呢，听拢无啦听拢无。有人时啊简单过去互我嘛捌参加的迄大学生逐个咧讲，有人时我都有人时去就甲因问，什么就是学问？伊讲读册厚就是有学问啦，安尼啦。我我一顿差九笑呢，伊讲有差那么多吗？安尼有差者尔，安尼啦。我讲读册厚会使甲讲你文学好，文学渊博，袂使谈上学问，因为学问呢就是社会铁学，亲像恁读到大学生，学识遮尔啊好，现在当今的社会啦。学识好的人，不好是大人的真少，真济嘛你讲哟，真济啦。既然有学问，是安怎你才不好是大人？因为这个孝义半老半子呢，不得之首呢，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呢，孝为首。恁既然有学问，这个孝毋捌，是大人生咱呢你也看十月怀胎呢，3年唔补呢。1、20年的教育呢，到你会趁钱，含花博的机会都也袂的，嘛要谈上孝啦。话有人先来囡仔买一寡互阮食，讲好，阮后生、阮祖囝偌有孝千万你这老辈咱这老菩萨毋通安尼讲，毋通讲恁祖囝偌有孝，你着讲阮新妇足有孝，安尼你会记住迄话迄新妇安尼任劳任怨安尼做。你拢毋捌甲学咯，爱溜涂骹，爱洗碗，爱煮饭爱兄弟你拢无甲学咯。恁祖囝家住一冬转来无3摆，甲你赶一包转来互你食，你着讲阮祖囝偌有孝，迄新妇人就听着，这是路国偏心，见讲因祖囝有孝的祖囝路恁摇啦，当时要摇着就毋知啦。一冬转来就无3摆，八卦互你食，安尼就讲偌有孝。我逐日安尼款呢，做有做尾安尼拖呢，拢毋捌互你学到着的所以讲你拢听恁祖囝对新妇拢无讲着讲较歹听呢，新妇太友好会落去对毋对？所以讲话爱方法因为呢，咱祖囝爱甲教加喙泼落的水，已经是别人的去爱好好友好王顾，家庭爱共款只有新妇呢，咱下先人已经教育家要食头路啊呢，咱后生做共带来呢，咱拢无通饲着呢，就共带来咱遮，安尼
做有做买呢，哦，伊无欠咱呢。啊，伊做诶迄就是讲有效。啊，咱祖囝饲20外20担呢，哦，论真讲吼，较有效，回报都也袂啊，较有效。哦，外咱才是应该呢，所以讲袂使讲恁祖囝有效，爱讲新妇有效。我即毋捌讲阮祖囝有效，啊要找阮祖囝遐尔好诶酒，遐尔酒，知影会晓回报，毋是我家己学了呢。我即粒身躯诶病痛，拢阮祖囝咧外处理，大部分。我若讲对你安怎，伊就款转来互我食，因为伊伫药厂咧检验，伊较知影，叫我嘛学白食，啊，恁有效无？哦，啊，认真讲吼，讲袂了，这袂使家无落安就对啦吼。但是我袂讲伊有效，是真诶回报。哦，啊，新妇，若我咧讲新妇就无同啊，吼，阮新妇真有效，迄听着到咧新妇吼，好诶心情偌好呢。我拢毋捌听阮大官咧讲祖囝有效呢，有咧讲新妇有效呢，吼，阮大家官嘛是够甘心的，听着到底吼，做有做买，佮安怎拼伊就拼落来哦。所以讲吼，治理家庭有咱爱有方法，莫怪下生讲吼，大家官含新妇咧无好势，我奇怪偏偏收养人是安怎？大家哇，这个大家官啊新妇安尼，大家有会出问题，是啥物问题出来？啊，拢有修行人，拢咧参考，啊，一个人若顿一步，无代志啊，哦，顿一步就无代志啊，啊，逐个都是袂吞论，所以讲问题才会走出来。哦，咱来委屈求全，明明我都对委屈求全。过去互我有讲过啊，哦，干若讲一个讲324啊，一个讲321啊，安尼就对，两个安尼明明伊讲伊较对，伊讲伊较对啊，安尼告伊到管老爷啊，管老爷讲啊，你是啥物代志闹到对遮来？伊讲啊，都为着是我数字啊，啊，大家起小者正到对遮来啦，啊。明明的324来，伊讲明明的321，管老爷就甲问啊，38多少？告诉我用一个张三加理事，迄个张三讲324啦，啊，迄个理事讲哦，一个甲问讲321，佫上爱笑安尼就对啦。啊，管老爷趁你眼水看嘛，知讲毋对对啊，安尼，对安尼，安尼正甲对遐来呢，伊讲好，理事啊，你转去张三拖讲10个大板，安尼就对啦，安尼，吼。迄个张三叫讲我毋愿的，啊！这管老爷嘛头壳破去啊！明明我问足济都324都对，是安怎还会讲我？管老爷讲了，伊甲讲了尔。管老爷讲吼，啊！我讲了，你心有福无啊？伊讲管老爷，我心无福，是安怎都324？是安怎你讲我？讲吼，你若要知，我讲互你听，吼，无毋对324，吼，你讲的无毋对。毋过迄个会讲321的呢，迄个头壳破去呢。啊，你一个正常的，差要头壳破去的，啊，拄啊起小者，佫有甲对管老爷啊，我毋讲正常的，我哪咧讲科技的？啊，讲了有理无？哦，有嘛吼？伊讲啊，那安尼我心无靠福啦。哦，啊，迄个就无科技的，迄个就科技的，啊，我正常的，啊，讲正常的，无咧讲科技。哦，啊，所以讲咱人有人是啊，莫讲对甲毋对，明明的我对，你也讲伊对。人个都有问题，咱较明理，咱来委屈求全，屈落去，明明都毋对哦，迄忍起，迄心中一支刀偌艰苦呢。毋过你若有法当忍，你就提升啊，安尼就为着好圆满，吼，咱较委屈的无要紧，哦，这就咱家己个人，咱就较忍耐呢，啊，自然而然安尼就会好好嘛，吼，对毋对？就无有遮个问题啊嘛，吼。所以讲要学上大人之学，真大个学问呢。要学伊圣人之学，是咱百姓咧学个呢，咱咧书面咧学个。哦，孔圣人伊甲咱注解呢，对3公岭、5步功夫8条梦呢，迄下顺呢处地安尼吼，甲你讲甲足好势呢。对大学之道，学上大人之学，就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自由至善。哦，你要自由至善，你必须你爱。迄个铭记你固有的德性，你铭记固有的德性呢，在亲民，心中之良民，自性心中后良民呢，你好好啊改变，好好啊修持，毋通安尼下时拢无咧修，无咧学，这爱甲伊教较做好势呢，惊咱毋知影，佫甲咱教呢，圣人就是圣人，
伊就甲我物有本源，虽有上死，地所先后接近到。咱就知影讲物有本甲源啊。啊，是安怎虽有上死，伊毋甲你讲虽有死终，对毋对啊？伊才会要甲你讲上死，就是要互你了解吼，要看到迄个终，你首先爱看到迄个开始啊。物件都有头甲尾啊，啊事嘛有头甲尾。因为咱人拢头啊兴兴，尾啊哪大天就对啦，头啊土才长安尼，无想袂使，啊一个困难啊就抽入来，万罗之会，所以讲下信呢即个下信呢来过来就地所先后，因为迄就在甲咱教咱人要安怎做，嘛有头前甲后壁，嘛有先天甲后天，嘛有父性之母啊，嘛有生咱之母的，所以讲，会是你若捌即个道理呢，安来你就见道啊啦，安尼。啊，搁落来就是对五步功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立，立而后能得，定静安立定。咱若要安怎定？典管就甲你放两字，知止，知一定爱止，你爱先察觉你爱先觉知，你既然觉知。知，你就有止啊！简单讲就讲，哪想目标？你要定静安立定，你就爱有目标。你今仔要来的目标就是神元山妙性堂，你心就会定啊啦。无你有人只请人开就讲无啊，我天是要对对去啊，无目标啊，你心就疯狂是要对对去安尼啊，太定你心嘛袂安啊，嘛袂安稳啊，所以讲下信呢，甲互你要定静安立第一点，就爱用知止，知止就是目标。你爱有一个目标，像咱修的嘛爱有一个目标。我今仔日下信呢，你若有藏一个目标，我着要度几个人，还是我着要修到什么程度？有个人嘛讲，我若到60岁，我着唔舞啊啦，我着要归心修行啊啦。到60岁，佫无影无得食呢。话讲到几岁，我着要好好修行啊啦！到尾啊，讲归讲啦，到尾反正怎毋通修也无一定所以讲会是孔子讲毋敢修人的假面贴，就是安尼啦。咱会当定静安爱利啊，毋是干咱食好穿好做轻巧会使尔咧，爱烦恼别人啦，以天下万民不清零迄就是慈悲的心肠嘛你安尼先干咱有人食，别人无食，你袂感可怜咱就会信呢以天下万民不清零。若安你会安尼做，心旷体泛，有迄慈悲心，若安你才有法通算得啦。若无你头有法法度人得啦你有迄个慈悲的心肠，看可爱众生，伫遮咧沉迷，咱赶紧会先甲伊挽救。到尾成功就是咱啦。虽然是付出，到尾得到拢就是咱啦。安尼，像老师讲，教有教学，教兼学啦。讲书拢嘛是书啊，